懷着夢想超越自我，啟發他人勇敢追夢。由銀河娛樂集團呈獻《我係澳門運動員》系列活動坐遇歸來。第二季活動於今年7月至明年3月期間舉行。運動員將繼續走進校園同社區，分享喺比賽場上拼搏嘅經歷，鼓勵年輕人為夢想奮鬥，發放正能量。今年全運會由粵港澳3地共同承辦，澳門運動員需要大家嘅支持，加油！澳門運動員一直係我嘅身份認同，今次機會唔單止係宣傳同分享，更多嘅係想法、信念嘅交流同埋學習。咁參加過第一季之後啦，我覺得成個活動都好貼地啊，令到我哋一班運動員啦有一個可以直接同年輕人啦、學生近距離接觸嘅機會，發放正能量。好多謝銀河娛樂集團對澳門體育運動發展嘅大力支持。呢個活動為本地運動員和有志投入運動生涯嘅年輕人建立對話平台。連續第二季參與嘅我，樂在其中，享受其中。走進校園同社區，宣傳同傳承體育嘅美，點燃更多青少年嘅體育夢，激勵更多本地運動員走向職業化，助力澳門體育更上一層樓。上一季活動去過唔少社區同學校，令我有機會與市民同學生分享自己嘅運動員生涯經歷，希望鼓勵到佢哋堅持運動，培養健康生活習慣，能夠幫到澳門運動員發揮出自身價值，同時藉住分享我哋嘅經歷，鼓勵年輕人積極面對困難，就係我參加呢個活動最大嘅意義。多謝銀河娛樂集團支持，多謝澳門體育頻道搭建我係澳門運動員平台，令我可以將22年運動員生涯所經歷過嘅事同大家分享。我覺得呢個活動好有意義，令我更加珍惜作為運動員嘅身份，深深感受到澳門運動員嘅自豪感、責任感，亦都多謝你哋對體育嘅支持同埋重視。世界上有好多成功嘅運動員，佢哋除咗自身努力之外，亦都需要得到社會嘅支持。其實澳門都係一班出色嘅運動員，默默耕耘。大家追捧國際體壇明星嘅同時，不妨俾多啲鼓勵我哋澳門嘅運動員啦。分享唔只係傳遞自己嘅故事，更加令我感受到作為運動員與社區同學校真誠連接嘅珍貴。感謝有銀河娛樂集團提供呢個平台，讓體育精神力量真正觸動人心。非常開心可以再次參與我係澳門運動員活動，期待與社會同埋年青人繼續互動，傳遞我哋澳門運動員嘅正能量俾大家。我係澳門運動員第2季啟動。